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用第30篇，也就是诗篇121篇，我来启兄姐来引。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民，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一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同心来祈祷，至圣至人民的爸，阮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阮的帮赞，阮的保护者，伫阮的身边做应允，保守阮。上时，你也不时地提醒阮，对阮讲话，甚至教示阮。阮伫你的面前承认，佮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阮时常犯过失，得罪你。独到你知，阮的犯罪离开你的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听。主上帝，求你施恩伫阮的面前，阮要忏悔伫你所无欢喜的事。阮求你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影阮家己的歹。求你洗清阮秘密的过失，至圣佮疼痛的爸啊！求你，互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内心，互阮会行伫你的光明中。阮若疼心无够，求你激励阮；阮若智慧无够，求你加添阮的智慧；阮若勇气无够，毋敢行你的公义，求你，互阮伫圣神的充满中。会当有勇气讲你爱阮讲的话，行出你爱阮行的代志，诚做光甲盐。求你祝福阮的家庭、阮的教会、阮的国家台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我是啥人？
共读圣经，诗篇122篇第1到第9节。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耶路撒冷啊，阮的脚已经踏入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建造做一个城，全城整齐肃佩。这个之作就是上主的之作，拢照为以色列所制定的规例，上去遐称赞上主的名，因为伫遐有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必家的宝座。着为耶路撒冷求和平，愿听你的人拢享受安乐。愿你的城内有和平，愿你的宫内有安乐。为着我的亲人朋友，我要讲愿恁平安。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今仔日，咱邀请着阮黄介明牧师来为咱讲道，伫你门内。敬听老牧师，在座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阁有机会来甲我读中学的时阵，常常有机会过来东门教会。40年前，当我读中学的时阵，行过东门教会，因为当时我有住伫学校宿舍，某一段时间住伫宋传成牧师的家庭，所以住伫东门教会，咱厝对面。新汉医综合大楼的对面，还是宋传成牧师伊的厝旧厝，所以有机会常常经过东门教会，经过东门教会时阵，看到兄弟姊妹，看到有当时门关咧，总是伫即个礼拜堂内底有真侪上帝的囝儿伫遮做见证，嘛踏出教会了后，伫台南的市区做福音的见证。所以咱东门教会是一个纪念宣教师。因为咱做神学教育，咱做宣教的教会，所以只要对伫宣教、对伫教育，咱个真投入。所以咱的会友内底真侪人对伫教育的注重，这已经是真久以来咱就继续咧参与的。圣经含义虽然伫北部，但是伊是做信徒的培育。早时的宣教师看到台湾的发展，用北部原本是对南部。南部是府城，到伫北部做宣教的重点的时阵，伫遐来设教会学校。宣教师看到信徒的培育真重要，所以就伫北部做信徒的培育。后来因为伫客家的所在，伫1950年开始讨论讲，咱来做一个信徒的培育，因为北部、南部、东部拢有神学教育，伫中部需要有做基督徒的生活道德。佮甲做信徒培育的学校，所以真趣味。佮本来要设定伫台中，但是当时咱的教会黄武东牧师佮甲黄忠辉牧师，因伫遐咧计划要设东海大学，所以设东海大学设伫中部了后，安尼即间信徒培育学校要设伫对客家人台湾的新竹桃竹苗地区，佮伫遐讲安尼是毋是甲？客家的宣教，放入来伫咱教会宣教的一环，然后将圣经含义放在新竹的地区。所以伫1950年代，因为东海大学的设立了后，圣经含义就辗转对台北，无到台中，讲设伫新竹，所以后来就称呼做新竹圣经含义。伫这历史的内底，咱看到对有需要，咱就伫遐来设教会学校。这是苏格兰的传统，嘛是咱教会的传统。所以咱的教会伫新汉医的边仔，咱号做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毋仅纪念宣教师，上时是嘛真做神学教育足重要的支持、关心甲带导。咱得回应对宗教改革以后，咱就知讲上帝是唯一的主权，是上权的主权。咱通过上帝的话圣经。真做咱的根据，因为咱承认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伊是咱教会头，然后呼召咱做伙来做祭司的工。祭司的工是教育影响，互人做伙来献祭。
是性命的限制，嘛搁较是思想搁较行为的限制。所以咱恳求上帝祝福咱东门教会，互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敬拜的时阵，每一遍拢会当亲像芳芳的祭，嘛亲像拄则咱所献歌对所吟的诗歌讲：我是啥人，我会当得到上帝你的听，我永远属于你。所以伫迄个诗歌的内底提醒咱，我看到真侪兄弟姊妹真注心地听歌词内底对咱提醒，咱是啥人。咱是上帝百姓，是伊的子子，搁较重要，咱是正做伊恩典的子民，要带人做伙来献祭。所以咱要领受上帝话语进前，咱搁一遍做伙来感谢。主安感谢你，为着过去的年日献上感谢，为着阮所领受的恩典求主帮赞。愿你的神进入伫阮的内心，愿你的智慧、你的恩典、你的快乐。正做阮生活中间的干净，祝福阮今日的礼拜，愿阮通过你的话得到复兴，伫阮的生命内底，阮所做有基督的攀比。恳求上帝你施阮祝福伫阮的中间，感谢基督，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拄则咱所读的诗篇122篇。诗人咧讲，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诗人伫咧讲，人对我讲，这是大笔的诗，所以大笔讲，人甲伊讲要来去耶和华的厝，要来去耶和华的圣殿，我就欢喜。所以诗人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甲耶路撒冷改做东门教会，你读起来无共款。我用中文来读，大家听搁较无共款。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东门教会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东门教会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那个大卫家该做你的家，搁较无共款。你们要为东门教会求平安。东门教会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那个宫房该做家庭，愿你的家庭兴旺。因为我弟兄姐妹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殿，东门教会礼拜堂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咱若甲耶路撒冷改做咱的教会，甲大笔的家改做是咱的家。当咱在读圣经的时阵，你会当读入上帝对咱讲话迄款的快乐。大笔伊期待伫耶路撒冷这个。城门内底有上帝的平安，咱的教会就是伫东门城的城内底，咱的教会伫即个铁门的内底，总是咱知影，咱是伫上帝恩典的门的内底。诗人写到上尾讲，因为耶和华上帝圣殿的缘故，我要为这兄弟姊妹来求福气。所以当咱进入咱的教会门内的时阵，咱是毋是为着咱的家，为着咱的城，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求福气呢？传统上，以色列上帝的选民，因伫耶路撒冷的城外口，大多数的人拢伫住伫其他的所在，所以每一年因有3个重要的节日，因会要入去耶路撒冷的圣城。要入去的时阵，因就开始伫遐远伫看。所以咱看诗篇对诗篇121篇、122、123，咱传统上对诗篇120篇，就是叫做上行的诗、上行之诗。因为耶路撒冷是伫山顶，所以大家对其他的所在，远远可以当看到耶路撒冷。所以诗人对诗篇121篇的第1节，我拢用第1节就好。你看121篇的第1节讲。
我要仰望山，我要向山举目，因为那山是上帝的圣山，是上帝的圣城，有上帝的圣殿，所以大家远远个看山顶，我要去迄个所在，方向很清楚，目标很明确，知影家己要去对，要入去对一个门内底，伫迄个门内底是我要去的目标。你透早离开你住的所在的门，拍开你的门，关你的门，行往教会的门，教会的门为你拍开，因为这是一个福音的影响，所以咱方向真清楚，目标真明确，所以咱就往这个方向来。以色列的选民嘛同款，伊知影伊要去对，要做什么，所以当伊真清楚了后，伊就往迄个所在来。122篇，咱拄则所读，修分执事带咱读的时阵讲，咱要往耶和华的圣殿，要往耶和华的厝。所以对看到山，看到城，佮看到耶和华的圣殿，然后咧入来到圣殿，123篇讲，我往你仰望，已经来到礼拜堂啊，看圣殿，看上帝的恩典，看上帝的同在。所以对远到较近，到入来到上帝的门内底，所以咱看到诗人一篇一篇伫遐伫铺陈，伫遐伫安排，规个顺序要甲咱讲，一步一步要行往上帝的圣城。伫城的外口，一般的以色列人伫遐；伫城的内底，这是因所期待的目标。伫城的内底，为着耶路撒冷求平安。为着耶路撒冷的发展，求上帝祝福。所以咱看到诗人将这个诗伫遐一项一项来写起，互以色列人每一遍要来到耶路撒冷，要入去到上帝圣殿的时阵，因知影伫城门的内底甲外口，伫圣殿的内面甲外口，伫至圣所，伫上帝恩典的所在，兄弟姊妹要注意的是甚物？所以当咱看到。咱来到咱的教会的时阵，伫耶路撒冷，也是讲伫咱东门教会，咱伫今仔日继续真侪兄弟姊妹入来到礼拜堂的时阵，咱的喙还阁挂喙罨，因为咱知影伫即个病情，伫疫情之后，咱共款来到圣殿，所以咱甲其他兄弟姊妹迄个距离会常常会因为喙罨。因为咱知影讲，犹原爱保护家己，保护咱家己身躯上帝圣殿，咱嘛保护其他兄弟姊妹，互伊无因为咱身躯无方便嘛影响着。所以伫即内底，伫咱的教会的门内底，咱要求的是啥物货？是互咱的教会的方向，就亲像伫外口，伫耶路撒冷的外口。兄弟姊妹对东西南北往耶路撒冷来，远远看到我要去的所在伫遐，至圣的所在伫遐，伫遐要求上帝平安，就亲像咱对台南的各区，咱行咱的脚步，咱开车也是骑倒摆来到教会，伫遮是咱的方向，总是咱礼拜刷了后，咱教会宣教的方向，咱要支持的事工，咱要关心的。到底是伫什么货？是咱要搁继续努力的。这个问号伫过去伫我的生命内底，我知影，我捌经过东门教会，我捌伫遮聚会过，所以是一个问号变做惊叹号。咱的生命常常拢伫问号、疑问句，到变做经过了后，较看到惊叹号。所以当诗人伊伫遐体会过程中间，伊嘛知影，伫耶和华的圣殿内底。伫即个圣城内底，也阁有真侪疑问句，总是到底对一个方向、对一个目标是伊所期待。大笔是诗人伊期待，吟诗的人是诗人因安怎期待？咱的圣歌队甲咱的兄弟姊妹，咱拄则做伙吟诗的时阵，咱在吟耶路撒冷的诗，咱在平安的向前。所以咱的吟的诗，咱的行动对一个方向，只是常常咱徛伫对一边，是伫圣城的外口，也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外口。
既然咱已经来到圣殿的内底，咱已经伫上帝的城内底，咱徛伫即一边，总是神学家甲咱讲，人徛伫真理的头前。即个神学家讲，伊常常徛伫错误的迄一边。这是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当时世界在反省，是安怎信耶稣的会徛对，嘛有欠对。对的路应该行，但是独裁的路袂当行。偏偏伫欧洲，有人大家拢是信耶稣的，但是却有一群人行毋着平。到底真理是甚物？方法是甚物？到底什么货才是咱要徛的迄个方向，要行的方向，甲要去的目标？所以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用20-30年的时间，人在做反省，找迄个正义，要互正义来发挥，要互对的迄一边是咱要徛过去的。所以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开真侪时间，定在敲找到底真理是对一边，方法是甚物。所以这个神学家就提出这个论点，讲原来伊用伊家己，用伊生命的经验，用伊做神学的研究，徛伫真理的头前，我永远，我常常拢是选毋着边，用这来做提醒。每一个人，咱拢常常选毋着边，总是咱要徛伫对一边。大笔，伊做一个君王，伊做一个领袖，伊知影讲要带人行毋对，伫迄个门内底，有啥物货是你所介意的？有啥货是你所爱的？即个你是指上帝，嘛是指写诗的人、吟诗的人，佮甲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兄弟姊妹，有可能嘛会当代表咱东门教会兄弟姊妹。你是对远远的所在行路，还是骑车，还是开车来到教会的时阵，伫礼拜堂的门内底，有啥货是你真爱的？有啥货是你介意的？那问你讲，为什么你会在东门教会？为什么会你会伫遮成做教会一份子？一定有你的原因，有你意爱。到底咱东门教会有啥物会吸引你？还是伫这个所在有啥物会值得你伫遮爱？愿意逐礼拜拢来。咱来看诗人所写，伊讲耶路撒冷。伫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内底，有啥物货是你所爱？想到大家拢要去，原来内底写5项，第一项就是耶路撒冷是平安的。我无啥平安，我来到耶路撒冷，我会当有受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愿耶路撒冷继续有平安。那愿咱兄弟姊妹来讲，愿咱东门教会有平安，互咱的教会充满平安。伫你郁卒的时阵，你来到教会伫遮感受到平安。我透早入来看到周报，看到黄和龙牧师要送教会200度，我真好奇讲，哇，啥会叫做烧落花？真期待，互看到道的人知影这是教会的同工，一个信仰的前辈伊所画的道。我会记得我第一遍去耶路撒冷的时阵吼，就是甲黄和龙牧师，我去团做伙去。真趣味，迄边去吼，毋是要去参观，是要去看耶路撒冷以色列真侪kibbutz子。kibbutz是因的集中农场，所以因为迄个集中农场毋是经济尔定，嘛毋是用产作物。kibbutz是讲大家做伙住伫遐，互相拍拼，互相努力，甚至若有对敌来的时阵，咱来武装起来，爱对抗。所以每一个kibbutz拢有家己的武装的所在，有放枪，有放弹药，哇！所以迄是一个代表啥？家己爱保护家己。你徛会知，你才会当祝福人。所以你内底有平安，才会当互别人感受到平安。所以耶路撒冷有平安，这是第一个。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踏入来咱的教会时阵，第一个。咱知影，伫遮有上帝的同在，伫过去的信仰的前辈到今仔日，咱阁继续。所以愿耶路撒冷平安，愿东门教会平安。
这是咱所欢喜的。第二个，咱看到诗人佫继续讲，吟诗而乐是喜意的，是欢喜的，是真爱的。所以对远上山，咱拢知影，伫爬山吼，爬山佫一边吟诗，哦，你的肺活量一定爱介好的。所以咱若唱歌对要练吼，一种就是去走海边啊，你咧走沙的时阵，佫会当一边唱歌吼，你的肺活量佫另外一种就是爬行，佫一边吟诗吼，你的肺活量会做无共款。总是我讲的，毋是专家讲的。再听戴老师讲的较准实。兄弟姊妹，咱知吟诗而乐唱歌是足欢喜的。真侪人的厝有卡拉 OK， 家己爱唱歌，总是愿咱的吟诗唱歌是带互家己欢喜，佮带互佮较侪人欢喜。佮亲像拄则咱的圣歌队咧吟诗，我看上百个兄弟姊妹，咱逐拢静静伫看，伫听，定伫旋律内底，定体会到吟诗带互人平安欢喜。所以伫耶路撒冷的圣城内底有诗歌，互人欢喜。咱的教会吟诗唱歌嘛，带互人欢喜甲平安。第三个，咱看到耶路撒冷是联络整齐，摆起来水水，互人感受到讲，这有纪律、有规矩，看起来一切都很妥当，迄就是水。所以耶路撒冷，互人感受到是有特殊，会当有规矩，爱有表现的文雅歌颂。所以咱会当看到迄种的水好，是生命的发挥。所以咱看到代表讲，互耶路撒冷变做是一个互人感受到真好的所在。咱若看厝若乱七八糟，咱的教会若乱清清，咱一定感觉讲啊，这个教会没有秩序。长老教会足注重伫迄个纪律、规定、规则，所以咱有一本教会法规。但是教会法规毋是摕内底甲人讲你无遵守规矩，是对圣经来上帝话，互人有规矩，然后较用咱台湾的需要，较来做爱有的法规。所以咱会当看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有规矩的所在，伊对起造的艺体甲伫内底的人拢爱有规矩。总是咱会当看到时代的演变。代笔写诗的时阵是好的，但是到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一边的人伫遐咧讲何山啊，何山啊，何山啊，但是几工了后是甲定好死，定好死，定好死。伫耶路撒冷的城内底，有欢迎耶稣基督的，有平安的君王入来，但是佫有一边的人是无规矩的，互人死，互人死，互伊死。所以咱当看到城内有平安无？有，但是嘛有一群人要互人无平安，所以有规矩真重要。所以咱看到大笔伫讲耶路撒冷，也是咱讲咱东门教会有规矩、有特殊，互人看到咱教会的水。第四方面，咱看大笔所写的诗内底讲，这期上行。真欢喜，吟诗而乐上帝，要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真欢喜。所以通过节期，通过兄弟姊妹伫咧行的时阵，伊会当有假日会当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往耶路撒冷圣城。伫咧爬行的时阵，毋是伫咧埋怨，是准备好心，因为伫耶路撒冷的门内底，伫圣殿内底，是遮的人真欢喜爱去的。伫假日。毋是爬山欣赏即个野外礼拜，是伫爬山的时阵要往上帝圣殿去。上尾讲就是讲欢喜感谢来阿乐上帝，因为进入到伫即个门内底，伫遐来表达对上帝阿乐甲感谢，对上帝的颂赞。所以这是门内底的欢喜。总是咱知影，门内底嘛无一定拢是咱所欢喜的。咱看到耶路撒冷，像我拄则所讲的，伫这门内底有无平安，伫这门内底本来阿乐的喙，煞变做是伫遐乌白骂，伫遐乌白讲话的喙。本来联络整齐，应该是真好的，但是有可能变做乱七八糟。咱看到本来节期
要去上帝圣殿，总是有可能安怎？假日，大家无要去上帝圣殿，要走来佚佗。最近咱若即礼拜吼，你若请3工，就会当算几工？会当算9工，吼对无？啊，你若去挂顶礼拜请吼，请4工，你拢总会当算17工。所以咱就知影讲最近，所以我伫圣洁行业吼，因为有真侪人活动的节日，包括今日下晡、明仔载、后礼拜，拢足侪教会团体来圣洁行业。所以咱就讲，袂使休假，你若要休假，爱先主管先大家同意，啊无就甲你请3工，休9工，请7工，休17工，哇，啊代志就拢免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这期是来去车花宴乐的时阵。总是上耶路撒冷，毋是要去吃花宴乐，毋是伫遐小食，伫遐乌白开钱，是伫遐休假的时阵，是尊主最大，会当好好啊，互家己的心灵，互家庭，拢会当得到平安。所以上尾诗人讲，欢喜感谢俄罗主，上帝是中心，但是门内底若冤家无平安，乱七八糟，拢是自我中心，毋是用上帝做中心。耶路撒冷若用上帝做中心，就是好山啊，好山啊。那自我做中心，就是定好死，定好死，伊袂当做王。所以咱看到门内底有平安，咱所爱，嘛有可能咱要做王，咱就袂爱有人徛伫咱头前。所以伫遮咱看到诗人在讲出这期的方向，也是关系做方向。原来本来就耶路撒冷有这期，就是要互人将工作生活拢放咧，去到上帝殿院。通过这期，人甲上帝有关系，人甲人有关系。伫即个技术性的战术，佮甲会当适应的伫即个方面，拢是以色列人爱学习、爱有的转变。所以第一个提醒就是讲，这期甲关系，这期。咱拄则所看的圣经，咱伫讲的3个节期，大饼仔节，也是搬过节，也是七节，后来改做五旬节。咱拢知影这节期的意义。节期原来是互人通过这个体制，伫遐甲上帝、甲人结连。比如讲今仔日到明仔载，可能中秋节，你会当想象，早前咱敢有伫中秋节烤肉？无吼，啊，当时变做中秋节烤肉，因为开始有大卖场了后，就甲你讲中秋节爱烤肉，啊，然后咧，就甲你捡的。我昨去买一支刷子，啊，迄个刷子本来应该放伫某一个所在，结果去遐找拢无。我讲小姐，这刷子放伫对，伊甲我讲中秋节啊，在烤肉区啊，啊，叫对后壁刷去头前啊，害我伫遐找一部。兄弟姊妹，因为促销，所以互咱有真侪生活内底。因为这期就开始改变咱的生活，大卖场就甲你米、乳品啊、汽水啊、甲烤肉用具，就拢甲放做伙。因为这期原来意义是中秋，厝内的人团圆，伊可能半当前是春节、过年，咱做伙团圆。所以咱会当看到一年内底有2遍的团圆的机会。中秋是厝内的人甲好朋友，因为放假，咱大家做伙连结，所以这期是要互咱做伙互相平安、互相祝福。所以这种的人际关系是人所看重的，但是大笔在讲这节期是要用上帝做中心，人甲人互相去甲上帝连结，这才是节期的意义，有关系意义。第二个，通过大笔在写诗的时阵，提醒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内底有一寡无平安的代志，你要改善你的问题，互你的问题得到解决，来找上帝，来到圣殿伫遮，兄弟姊妹帮助你的心灵会当得到无共款，有效的改变你的现况，改变个人你生命的问题。包括对伫组织、对伫政治派，以及咱生活内底思考以及行为该有的这调整。所以人常常安怎爱异地训练？你可能伫厝吼有一寡习惯，无
无拄拄好的习惯。但是当你去别位去改变了后，你的生命无共款。所以，种的异地训练，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思想，会当互咱的生命无共款。咱的圣经含义嘛，就是咧做即种的。某一边有一间教会的年度事工研讨会，牧师甲小会的第二长老就咧甲我分享讲，我会当安怎做。我讲一个，大家来到圣经含义了后，手机拢交出来，若无就是安怎，拢关机。若真正有代志，拢开来圣经学院，靠阮介明变做迄个接线生。若有代志的时阵，我就替你甲你转达。叫大家就真正20几个同工安怎，就足认真，伫迄2天1夜，做伙关心，做伙祈祷，大家做伙同心志、同仁爱，做伙来服侍。所以2天1夜应该过年度规个事工计划甲真好势。伊讲，逐个拢在开中执会，逐件有开拢无议决，但是2天1夜就足紧就达成迄个议决啦。异地训练、思考、生活、行为模式转变，结果就带来超过因所想的到。所以结果安怎？一边来就拢总来5年啊，逐年拢来，因感觉讲会当达成教会的目标，大家的期待。所以迄个技术性，佮甲通过地点方法的改变，伫适应了后，咱的体会无共款。所以欢喜伫即个门内底。咱是毋是用上帝所欢喜的方式，伫伊所看最好的方式来改变，对咱个人的欢喜变做是上帝的欢喜。所以耶稣教导伊的门徒讲：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的物拢要煞互恁。所以你若进入伊的国伊甲伊的义的时阵，变做是上帝的欢喜，上帝个赏赐人所超过人所想会到的一切丰富伫咱的内底。所以伫门内底有欢喜，但是门内底到底啥物货才是真正的欢喜？传统上咱真习惯，咱有一种的传统，这个传统咱感觉真好。诗人甲这个传统对于这个上帝话的经典提升，互这个传统，大兄弟姊妹讲，原来要去看这个艺体尔定。是伫上帝圣殿内底，看到人甲人彼此的和睦亲近，迄个通过上帝的话语，带互人生命的改变，互人对人甲上帝的关系变做是一种我甲兄弟姊妹，咱所做所有一切是甚物？这个才是咱的目标。这个所做是甚物？就是讲平安，但是平安是being and doing。你的行为，你这个存在的人，你所做是毋是甲上帝的话，这个福音平安的福音有相拄无？像耶路撒冷，你讲话是讲阿拉上帝，感谢上帝，还是鼓励人做伙来亲近上帝，才会宣扬上帝的话语？伫咧爬行的时，当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时阵，因所表现出来是迄个存在意义，是要互人感受到讲，我有方向，有目标，我知影我做的是甚物。迄个所有的方向、目标甲所做，迄是一个宣扬上帝的话。所以上行的诗是咧宣扬上帝的诗，是咧表达对上帝的阿乐。写诗的人若亲像咱的圣歌对也有吟讲，我是啥人？伊可能唱出来就是讲，我是啥人？我是稳定的囝儿，我是平安的使者，我是带互人烧酒，互更较侪人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平安内底。迄是所事以及所为，是 being and doing。因为伊的诗，伊的存在是伫讲上帝的福音、上帝平安、上帝听甲人同在。伊所做，就甲伊所表示的是共款。所以平安，耶路撒冷平安，东门教会平安，因为这就是咱所吟的诗，咱所表现出来。所以我拄则一落车的时阵，徛伫门骹口的东港就甲我讲平安，因为这是咱东门教会，伫东门教会门外口有平安，
伫门内底共款有平安。所以即个诗比喻甲所为对应，是咱每一个个人，咱上帝互咱你即个身躯，你的心神，伫存在伫群体内底所要表现的。人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会当影响真侪人，你会当通过你的影响，会当带予真侪人生命改变。今年咱台湾有一个动作叫做安尼，若比安尼，你就知影啥物货吼？Team Taiwan。所以我有一个同工伫台北，有一工伊是八角塔合唱团的团长叫郑木群，伊的爸爸是郑鸿辉牧师。伊讲，伊去日本比赛，带因八角塔合唱团去咧比赛的时阵，伊就足趣味个讲，哇，当因得到第一名的赏的时阵，伊去咧就做这个动作。台湾的人拢知影做啥物货，后壁煞日本的人甲问讲，你做这个动作是啥货？伊就讲这是台湾队的意思。伊甲我讲，牧师，我袂记你缩小户啦。因为伊腹肚吼有较大，讲我忘了缩小户，所以咧比迄个时阵，人看到是伊腹肚，真趣味。兄弟姊妹，咱常常个人的行为嘛要表达咱的群体。你是东门教会平安，你到的所在代表东门教会有平安，因为你的所事跟你的所为代表东门教会，亲像耶路撒冷同款，带予人有盼望。所以，咱伫上帝的城内底，咱伫伊的教会内底，伊伫东门教会门内底，总是伊嘛伫咱东门教会门外口。伊盼望咱邀请人做伙进入伊稳定的家庭。恁求就要得到，吹就要吹到，拍门就要甲恁开门。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耶稣爱咱伫伊的门内底，伊嘛爱咱离开稳定的门，带平安到伊所创造的世界。伊伫门内底，伊嘛伫门的外口。咱伫伊的门内底，咱嘛带门内平安到门的外口，去向人报平安的福音。耶稣，咱嘛了解。伫伊的门外到门内，因为咱会当知影，基督徒伫福音的恩赦内底，咱真好。总是咱搁较重要，就是基督徒所到的所在，伫无相款的时间、空间，伫无相款的轴线上，咱拢继续伫讲，继续伫听，伫咧听上帝话伫讲。总是咱拢知影，听讲是听啥人讲？听别人讲啊！听什么人讲？咱常常拢嘛讲听讲，但是拢是听别人，也是菜市仔人伫黑白讲。咱的听讲是对上帝的话有凭有据。基督徒的福音是通过咱的生命的见证。耶稣基督福音是伫伊降生伫马槽，伫马槽到伫十字架。咱圣经还有一张图。和 WCC 就是世界基督教的联盟。WCC 有一遍的会议伫圣经学院开会，看到圣经学院有一张图真趣味，就是耶稣出世，甲耶稣出世迄个启明星画做金的十字架，然后甲耶稣出世的马槽画做圣餐杯。甲耶稣出世的马槽画做圣餐杯，甲马槽内底的稻草，耶稣困伫马槽迄个丢瓜，这草啊，画做荆棘，画做刺皮。你就知影迄是耶稣的出世，甲耶稣的受难，做伙甲夹做伙。耶稣的出世到死到过活，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当咱伫为这伫讲出上帝的话语的时阵 ，WCC 看到讲，安尼我会当买这个版权无？伫 WCC 有真侪图来使用，我讲无要紧，
这张图你只要写讲是台湾的长老教会拜宝卡利区所提供，安尼就会使。咱台湾team台湾，咱是世界的教会其中的一份子，总是咱伫台湾讲上帝福音，伫咱徛起的所在，互人看到迄个金的十字架，伫听伫咧讲的时阵，互人经验到伫地，那亲像伫天。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今仔日圣经的奉献主日，咱做信徒培育的工，咱的教会真久以来，咱就咧做即个工。总是咱知影伫世界真侪所在有互你欢喜快乐的，嘛有真侪所在互你袂欢喜袂快乐。每一个所在拢有无相款的情景，到底对一个所在会当互你满足？愿咱东门教会，亲像耶路撒冷共款，互人的心欢喜，互咱的喙讲感谢的话，互咱伫即内底是联络整齐墙，伫即内底咱有欢喜平安，因为咱做伙讲阿们，伫即内底有上帝听。最后，我用红色的规矩讲，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我要讲，愿平安伫咱东门教会内底，因为耶和华咱上帝圣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气。所以愿咱的教会诚做为别人求福气的所在。有3分钟的影片，要请东江来播放。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咱学院的意向是用4个 R 做目标。第一个 R，rest。圣经讲，拢静静，就知我是上帝。伫无用的生活中，真侪人心灵真疲劳。圣经学院毋望提供兄弟一个所在，会当安息，佮恢复快乐的所在。第二个 R，relationship。伫梦中，雅各看见有一个腿伫地呢，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推呢起起落落，伊亲身经验上帝甲人连结。圣经学院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会当甲上帝三拄、甲人三拄、甲大自然三拄的所在。第三个 R，renewal。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咱看见真侪人伫圣经学院透过课程、聚会、服侍，生命受到更新，心灵受到翻转。有限的生命因为伫基督里转变做无限的祝福。第四个 R，recreation， 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解，着欢喜。伫即个所在，喜乐毋是表面的，是一种深沉的生命力。阁较重要的，生命着不断更新，有新的创造。圣经学院期待做一个充满喜乐、稳定甲创意的所在，互兄弟会当发挥恩赐，做伙创造新的服侍方式。亲爱的兄弟，灵性成熟的4个 R， 无单单是理念，阁是真实发生伫圣经学院无数生命中的故事。今仔日，咱诚恳邀请你甲咱做伙，透过你的奉献甲支持，互即个梦想继续延伸，互阁较侪人因为上帝的疼得到更新。拄只影片吼，因为是圣经伊家己做的，阮家己翕、家己录音，所以拢听到我家己的声吼。因为这无啥物任何的成本，3分钟家己讲，吼所以就家己省起来，所以拢无啥物款的开支吼。邀请大家
做伙来关心。你拄则来看影片，有看到咱的老牧师，嘛诚做阮的课程，其中一个课程，牧师去分享伫咱东门教会所做福音的工，然后有真侪牧者同工嘛，因为咱东门教会得到帮赞，得到启发。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圣经汉语的奉献地，你若有感动，为着圣经汉语来关心大道甲奉献，阮即马嘛做飞旋的用来配吼。所以用来配，你会当扫描，会当奉献，用无相款的方式来表达对教育的关心。咱搁一遍做伙来感谢。主，阮感谢你，你的听丰富，帮助阮伫你的内底有平安，伫你的门内底有上帝你家己的欢喜，也正做阮生命的欢喜。祝福阮的教会，亲像耶路撒冷一样，耶路撒冷的平安。嘛，伫阮的教会，代表的家的平安，愿上帝你的平安也享受伫阮的内底。阮通过反省，有定心，有出发；通过对上帝你领受的恩典，阮的生命就有新的动力。愿恩典的主继续施恩看顾，阮伫你的内面，享受着属天的平安，也是地面上的喜乐。祝福阮今日的敬拜。也伫中秋假期的时阵，阮甲亲朋好友、三甲组织，愿平安伫阮的中间，对阮的教会、到阮的家庭、到阮徛起的所在，你的罗幕为着东门教会众兄弟摆咧阮的困求，愿天父上帝继续守护对天来的恩惠伫阮的中间。祈祷感谢，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多谢。做伙来吟圣诗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
就是咱要来奉献。好，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好，咱即个拜拜三圣经学堂就恢复聚会，所以咱要读的所在进入到马太第10章26节到42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好啊，今仔日咱特别关心圣经学院的需要，所以咱也搁一摆感谢牧师来到伫咱中间服侍吼，咱搁一摆拍鼓啊来感谢牧师的服侍。好啊，咱的黄浩良牧师伊要奉献伊所画遮的图来送互咱的教会，所以咱等下我会代表教会来接受吼。好，过来第3点咱即礼拜就是连续假期所以咱就看咱遮的时间来注意办公室休假的时间。踮伫后主日，咱是敬老听友的联合礼拜，所以嘛踮伫顶。后礼拜咱要来举行圣餐，所以嘛，请咱的小会员会当来注意遮个时间吼。好，搁刷来咱后礼拜咱也特别关心主日学的事工，以及咱也特别敬老，所以咱会赠送一份礼物互咱70岁以上本会的成人会员，也请咱同齐来注意吼。好，咱10月底、10月26迄日的野花礼拜，咱要到伫基丁甲卫武营的即个活动吼，咱报名到后主日来截止，所以嘛邀请咱若是还未报名的，请咱会当把握时间，互咱的办公室这边来做行政的办理吼。好，咱第6项，咱120周年的特刊已经有送到伫教会遮，咱若是有登记的兄弟姊妹，也请咱到办公室这边来领取。
第7项，新港公的读经即一季的嘛已经送到位啊，嘛你有要读做伙来读新港公的嘛会当到办公室这边来摕。好，阿基隆主日学的快乐营吼，因点伫10月18甲11月29有2个活动，欢迎咱若是厝内底有细囝的，咱拢会当做伙来参与。好，煞只咱就来要邀请黄浩良牧师，伊要送互咱教会伊所画遮的图吼。我想重要的就是因为趁120周年，所以伊特别为咱的教会以及别个的牧师甲伊丽莎白牧师娘，所以伊要有一个时间特别要来送互咱的教会，我嘛代表教会来接受吼。两位牧师以及各位长老执事，甲咱东门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黄浩良，是长老教会退休的牧师，现此时的身份是咱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的会友。自从牧师退休了后，上帝引带开始学画图，拄个为着咱东门教会的全景，以及咱巴克的纪念教会巴克的牧师夫妇，所以今仔日受教会的栽培、较鼓励、欢喜，奉献这个图样来诚做我个人小小淡薄表示奉献的心。毋望大家以后亲像咱今仔日黄牧师所甲咱教示的道理，咱来到咱的教会欢喜心，得到上帝的帮赞，兄弟姊妹相听，互咱的教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圣城。阿门。哦，咱等下礼拜三以后点伫后面，咱阁有新的一个展览，是方妙老师的书法展吼。所以嘛，邀请咱等下当共同到伫咱101展场遐，咱要做一个开始的祈祷吼。所以我做以上遮的报告。来读本周的金句，金句记载伫咱的周报第8页。咱若是读白话字，较要有困难，咱会当掀开周报。我来读一遍，下再来读2遍吼。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诗篇122章第9节，做伙来读2遍。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要为恁求福气。
诗篇122章第9节，搁一摆。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我也要为恁求福气。诗篇122章第9节。做伙来吟祝福齐恳的诗，圣诗第396首，担要散花，求主赐福。吟诗了，请黄牧师祝祷。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耶和华的神帮助恁，互恁会当带有对天来的平安喜乐，伫恁的家，伫恁所徛起的所在。愿主耶稣基督各外大快乐，帮助恁去做东门教会，加做联络整齐的墙，互平安喜乐充满伫即中间。愿圣神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互恁有上帝国的愿望甲香味，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